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台湾也3年早旱200，今年到4月15日为止，6个亿让去年的空气嘅4上嘅。4月初5起始，对新北市到高雄市，全台湾有8兆样市开始体阶段限水，都系按部石头降压送水，将民生同工业用水位唔拉，经济部同农委会强下家庭。台北埔嘅土著苗地區實施4月度自主休耕，除本單每甲當4萬5嘅休耕獎勵金，還有水利署嘅省水獎勵金2萬5哦。不過現正宣布太慢呢，從人票田來講，也算退耕嘅農民，家家已經大田大好，準備要來試田呢。唔講如是有人賠，而繼續講呢，如果屯獎勵金補貼本地主，用嚟算路算唔貨喎。甚至會比前年呢104年嘅全面休耕損失還高大，農民佢無奈何講農監督到早旱，農業如係前線本人犧牲係的呢。迎客歡喜坐在日頭的遊艇，看山看水看風景，也特別美麗面的水庫。按多年來經水通大灘休閒旅遊，不過對去年寒天以來浪亦較少，水庫水量顯明降大，本單進入水底度石頭也看得到嘅。去年浪亦較多，噸水水量漸漸嘅8%加下，水位係倒壓。今年到4月咧，水庫噸水量加上大過50%，水位將平常時一般天天。今年的冬雨降得比較少，從1月到現在為止，大概是往年歷年平均的4成。那因此我們在今年過完年以後，就陸續啟動了相關的這個旱災的緊急應變措施。台灣天時來講，614總統熱天，當年是2月過後就落到鹽水期，以是水庫來送水。北埔地區水庫，除了新山水庫同翡翠水庫噸水量有8%客家，包含三門水庫同寶二水庫都頭4.5邊呢。南埔嘅曾文水庫和春毛3%。古數年是全台灣有新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縣市、嘉義縣市、台南市同高雄市一到8縣市落到嘅體階段限水，水利署目標係5月底前唔落到影響民生用水第3階段限水。台灣大概有主要的降雨，大概來自於幾波，在北部地區，在東北季風會帶來冬雨，然後以及春雨，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會期待那個5、6月的梅雨。那梅雨過後就是進入我們夏季，夏季大概有2種降雨形態，一種是午後雷陣雨，那另外一種就是颱風。在水情不理想的一個情況底下，那我們在思考說怎麼去避免我們的農作呢受到缺水的一個影響。那所以我們在跟經濟部水利署的一個溝通的過程裡面，我們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節水獎勵的措施。為到每本土著苗作為關開，受到減少送水影響，農委會同2年24公告，鼓勵農民作為自主休耕。聽日起，這個政府也轉做其他策略，除了本單1公頃45000元的休耕補助，那個水利署提供25000元的省水獎勵金，總共有7萬元，一到農民認為太慢宣布嘅。往年你的作業啊，作業是去過年前你是打造天線打處理槽。喺今年來講，佢係政策啦政策日條嘢唔下來啊機送機啊，該啥唔係嘅問題，啲啥唔係嘅問題。你外嘛，你是聽水嘛聽水聽睇睇只木做。農民用場喺西地主太專業咯，同新屋講係25公頃。一般來講，過年過後，農民趕到耕種，2月過後大田準備試田。今年沙頭起無下2月咧，將宣布自主休耕，農民做也唔錯，唔做也唔錯。像104年嗰下，你聽講睇只木做冇事情嘛，冇問題嘛。結果你當嚟做事一張嘢2月，全部聽到嘅電的消息電政府嘅消息，全冇消息農糧署送本水利送本農糧台車送本政府，結果咧收取嘅馬英收嘅農民。縣府嘅時間喺度前置作業全部做落去咧，大田育苗全部蒙落去咧。
嗰啲隔檔長到26000以上，喺幾日檢測，佢就唔下做到宣布，我下做到宣布，我哋前置作業就唔會做落去。總要來咩太專業咯？這個假推廣，佢到新屋港中總面積有50公頃咁多，認證前年的反光嘅單修建，作為對大田稀釋，桃園一甲棟嘅前置作業做2-3萬元，50公頃做8個萬元，政府也慢宣布修建，農業損失最業態。以今年的情況來講，對水利署是一個兩難的局面啊，因為如果我們是發生像104年的時候那種非常枯水的狀況，我們會很早就下決定來進行節水的措施。這是一個由農民可以去自主選擇的一個休耕方式。那其實我們還是希望農友你要去衡酌你目前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狀況，到底適不適合這個時間點來辦休耕，而不是說只是單獨的去配合所謂的節水獎勵。水利單位考慮到嘅風險，農政單位向農民自家先要修建麼？問題係上水獎勵補助對象係地主，並唔係太專業農業推廣業者，將港中農民認為，一結果係農地變嘅係地主有錢數，夾到乜嘅都冇。呢度繼續港中，太專業農除咗吸數，1公頃45000元修建補助，好補貼上水獎勵金，可本地主同意，也1公頃金額對1萬元到2萬元都有。你用人補咪補唔到喺度嘅啦，下補落該冇做事，啊！你做嘅事人要補辦事冇，結果成本見過。你啊個2萬5，你啊一定本地主嘛，冇可能講本我哋推廣業者嘛，我哋推廣業者咧講為咗你2萬5來講，我哋會降幾天，要係負擔2萬5嘅個租金落去，咁一隔檔來講是係存上萬人口呢，我哋啊本門落跟本租金加到2萬5落去，咁等於我哋拍做啦。桃園新屋喺北台灣清泰米鄉，有登記總部面積只有2235公頃，今年總共有326公頃盼修建。大概徛喺135邊呢，總要來港中50公頃當中，有8按高40公頃係平和的天，也做一個無當契約，一般有8公頃平和的地主，佢聽自主修建。古屬桃園1公頃前置作業是睇2-3萬元，8公頃總共有22萬元，做清楚模態咧。農糧署認為用平和的天，也是政府當然機關嘅係萬元呢。沒有人有辦法去介入去幫地主，或是說你的這個大專業農去證明說這塊地的確是由大專業農來耕作。我們也碰過這樣子的狀況，即使是地主，他用口頭約給大專業農來從事農業耕作，那你說他是租給大專業農嗎？地主會覺得說沒有，我只是委託他來幫我做勞務，做農事的服務工作，他只幫他做整個田間管理的一部分。也休耕嘅政策吼，因為佢來一單咧冇明確講哪種嘅人做得休耕，佢持份咧又做唔得，但是到現在尾，我用嘅已經賣到桃園、賣到屏東去嘅，佢一下講講10天，我咩冇用嘅去負責啊。政策唔清唔楚，受到影響嘅唔單止係太專業農同推廣業者，還有發用嘅業者。苗栗頭份種嘅300多公頃嘅部位，有5間發用業者有立案，仍有2間冇立案。業者怪言，雖然唔拉用，應該做出啲嘢，因為好點點咧，將全部修建咯。今種啊，從1代開始都今種啊，今種到2代啊，已經收啊，2月20號啊已經完畢啊，進組已經是完畢了，然後才是後尾當係可返銷，唔好敷衍人來，敷衍人來我大家就會措手不及啊。3年度200休耕吼，也實在要新創動強嘅人爭哪一好啦吼，但是也水土吼做乜嘅特別有損失吼，我就做係補償清晰嘅，也應該要檢討嘅地方吼。你所以為利嘅減嘅做乜補助按照做水土補助清晰。那在今年的公布的時間點，的確我們的很多的育苗業者，他的已經接單了，那也做了這些育苗的準備工作，那可能會對他們的確是一些損失。那這個部分在
农委会这边其实已经针对育苗业者去拟定了所谓的补偿方案，每箱补偿30块，那每公顷补偿250箱，那1公顷其实换算出来最高就可以补偿到7500块。南华大学讲座教授陈世雄认为，奖励休耕制度也唔错政策，喺2002年将是极端加入 WTO， 比照日本进口8%的米。做嘛水质年尾唔拉，其实係因为管理唔得当。很重要就是说水土保持没有做好，我们的水库淤积，所以储水量越来越少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政策是竭品济户。因为你有一个休耕的政策在最上位主导，然后你在这个政策下面才去就这些细节上的调整，或者是细节上的因应，其实应该要回过头来真正去检视说，为何要订立这个休耕政策？因为要确保这些工业它使用的用水有一个基本的无虞。另外一个问题係，休耕的目的係本工業有水好用。3-4年嚟，認真土種苗盼望嘅自主休耕，太可以省嘅量上嘅水。水利署認為係講唔係省水獎勵政策，台灣工業到熱帶可能冇水好用。以我们政府来讲，我们不能冒这样的一个风险。毕竟桃园跟新竹地区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工业生产的重镇，肩负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命脉，所以我们一定会用最谨慎的态度来审慎应对。分界基本上就是说，它是有2条大郡，一个是这个桃园大郡，一个是这个石门大郡哈，那都是从石门水库这边放水下来的哈，那个石门水库在这边。刘正义喺台大生物環境工廠嘅教授，借調到桃園市做水務構造，佢認為水唔拉家下，水資源運用要看較長遠地位，用桃園做利嘅，比塘嘅水冇辦法拿來食，殺做得乾快，淺色還做得這個愛量漲熱，那個農田水利費功能做得調整，冇做併入水利署。一旦就是說你要覺得就是這個有這個缺水的這個壓力的話，那你要就你目前有的這些水源，要盡量更有效的一個調度。那舉例來講，我們桃園的這個埤塘，2000多口埤塘，那這個埤塘裡面所儲的這個水超過5000萬噸，5000萬噸這個數字就等於1/4個石門水庫。我們都知道，台灣一年我們用掉的水是200億公噸，那200億公噸的水裡頭有30%是靠地下水。地下水的70%要靠什么？靠水稻田涵养。那我们休耕的结果呢，就是这些水不见了，所以我们一年大概少掉的水就是21%。以往以我们农民的经验，只要放水种田，自然就会下雨，而不是放任它休耕。你地层根本没有水汽，怎么会有云呢？怎么会有水蒸气呢？它怎么会下雨呢？永远你调节不过来嘛，地层的水终究会一直下陷，你再来的水会更浪费。水田只用土地，按用社區嘅環境降溫，要做得補充地下水。農民認為，養水施田係對大自然一種投資，休耕係喺土地下嘅造勢，涵蓋結構改變環境。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，在整个后续的农业政策里面，怎么去引导，在现有的农地里面，它可以一部分来种植所谓的需水量比较低的作物。那特别是国内目前的稻作生产，其实是属于生产过剩的一个状态底下。如果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的施政的作为，不是农委会而是一个整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的施政的这个思维里面，都是还是延续牺牲农业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的话，那这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。如果以这种模式操作的话，一年只有比一年差。往年我们可能10年碰到一次干旱。现在缩短成2年1次干旱，再来呢，年年都干旱，不信等着看。
条件问题的源头是，因也让看农业同农田的加成咯，佢行喺生命循环的根本网。工业当然当重要，农业甘做冇重要係。因也喺农田长长久久，有水可用，行喺爱见无水滋养，必插，这个用行下多水，农田就会恢复本单的水田咯。